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3，罗马书8章15节安尼讲：因为你毋是受到奴仆的神制教国行兄，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。对安尼，咱叫讲阿爸爸啊，三个来祈祷，毋是互阮受到奴仆的神，是受设立做囝的神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学到你至圣的名，因为你是满有慈爱甲怜悯的上帝。你的恩典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。你无用阮的软弱做见效，反倒当用无条件的听来听阮，互阮伫基督内有新的生命。主啊，阮感谢你赐下信心。阮无过是惊吓的奴仆，乃是你所听的儿女。主啊，因为伫你的内面，阮通得到自由，因为阮毋是受到奴仆的神来制教行兄，阮就是受你设立做囝的神。对安尼，阮通叫你讲阿爸爸啊，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